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3章。安尼讲，做犹太人有甚物优点，甲你有甚物利益？伫逐方面拢有真侪好处。第一，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，因中间若有人无信息，因的无信息减会互上帝的信息变做无效，绝对袂，甚至所有的人拢白贼，上帝也一定是真实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，你受控告的时为胜诉。不过，咱的不义若袂当显明上帝的义，咱会当讲甚物？我照人的想法讲，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？绝对毋是。若是，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？我的父家若会当互上帝真实搁较明显，互伊搁较有荣光，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？安尼哪毋讲，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？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，因应该受定罪。若安尼，咱犹太人敢有较赢外邦人？无，我已经有指责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管辖。拄照圣经所记载，拢无义人，连一个都无。无晓悟的人，拢无人找求上帝。人拢背叛上帝，拢行迷路，拢无人做好事，连一个都无。因的牙后亲像开开的梦，因的喙舌奸诈，因的喙唇有毒蛇的毒，因喙内充满恶毒咒诅，因走真紧，急要杀人流血，因走过的路拢有毁灭悲惨，平安的路因毋捌，对上帝心无存敬畏。当咱了解律法一切的要求，是对伫律法的人讲的，互人拢袂当辩解，互全世界拢受上帝审判。所以，无人恪守律法的条文，为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对律法，人才知甚物是罪。现在，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咱免靠律法，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是通过信耶稣基督。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拢无差别。因为所有人拢犯罪，得到上帝的荣光得袂到。不过，对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，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，通过伊的死，互人对信来得到赦罪。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，伫过去伊用耐心对待人，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。要伫现今这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义，搁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若安尼，咱还有甚物通夸口？拢无。靠甚物法则？靠行为是无？毋是，是靠信的法则。所以，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，只有对信。上帝减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，伊减毋是外邦人的上帝，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。既然上帝只有一位，伊互受割礼的犹太人对信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信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
安尼讲，咱因为即个信，煞互律法失去效力是无？绝对毋是。咱颠倒是伫确立律法，